大家有冇諗過呢個陪咗我哋咁多年，每日出行最重要嘅2蚊乘車優惠，可能真係會成為歷史？唔係同你講笑。最近財政預算案同埋社會上咁多風聲，其實已經釋放出一個好強烈嘅信號，就係政府喺呢方面嘅補貼已經去到一個頂點，負擔重到就快爆煲。如果你仲以為呢件事只係關啲老人家事，或者你未到60歲就唔使理，但你就大錯特錯啦。因為呢個政策一旦改動，由定額2蚊變成2折優惠，唔單止係一眾長者每個月嘅交通費會翻幾倍，連帶普通市民嘅出行成本、巴士公司嘅加價壓力，甚至係成個社會嘅福利架構都會跟住變。我哋先嚟睇睇現時呢個所謂嘅2元交通優惠到底出咗乜嘢問題。當初喺2012年推行嘅時候，原本只係諗住俾65歲以上嘅老人家開開心心咁出下街，當時政府1年嘅補貼金額其實唔算多，但係去到2022年，政府為咗體恤民情，將門檻由65歲降到去60歲。呢個決定雖然係好易，但係就令到符合資格嘅人數突然間暴增，再加上而家香港步入高齡化社會，根據統計，去到2030幾年，香港每3個人入面就有1個係長者。你想象下，成個香港有幾百萬人可以每日用2蚊就周圍走，呢筆數真係好驚人。政府喺2023至2024年度喺呢個計劃上面嘅開支已經接近40億港幣。如果你對呢個數字冇概念，我可以話你知，呢個數比當初預計嘅多咗好多倍。而家政府日日講財赤，年年話要節流，呢份過百億甚至未來會變成幾百億嘅長期負擔，自然就變咗眼中釘。所以最近不斷有專家同埋政界人士放出風聲，話要檢討呢個2蚊優惠，而最有可能嘅方案就係將現行嘅定額2蚊改為按比例嘅2折優惠。大家可以計下呢條數，如果你平時係住喺新界，例如元朗或者屯門，要搭長途巴士去中環返工或者去宣灣，嗰啲長途大巴嘅車費動輒就要30幾蚊。喺現行政策下，老人家無論搭幾遠都係2蚊，但如果變咗2折，30幾蚊嘅車費，2折之後就要6、7蚊，來回一趟原本係4蚊搞掂，變咗要12、13蚊。對於一啲每日都要出門口靠微薄生果金或者退休金生活嘅長者嚟講，呢份負擔係實實在在嘅。點解政府會諗到改做2折呢？其實好大程度係想解決長車短搭嘅問題。大家平時喺街度係咪經常見到一啲長者見到有長途巴士嚟，明明只係搭2、3個站都照樣上車？對老人家嚟講，反正都係扣2蚊，邊架車嚟先就上邊架，好似好合理。但係對於政府嚟講，巴士公司係會按照原價同政府收返補貼。假設嗰架長途車原本要25蚊，老人家俾2蚊，政府就要補貼23蚊。如果你只係搭2個站，原本搭短途巴士可能政府只需要補貼3、4蚊，而家平白無事要補多20蚊，呢種資源浪費正正係令到公帑流失得好快嘅原因之一。如果改做2折，搭得越遠俾得越多，但長者自然就會揀返啲平啲嘅短途車嚟搭，從而減少政府嘅補貼壓力。但係問題嚟啦，呢個改動對普通市民有乜影響？首先我哋要明白公共交通工具嘅營運邏輯。如果政府削減補貼，或者老人家因為車費貴咗而減少出行，交通工具公司例如巴士公司、港鐵嘅客流量同埋收入就會受到影響。為咗維持盈利，呢啲公司好大機會會向政府申請加價。到頭來呢啲加價壓力最後又係落返去我哋呢班要返工、要每日俾原價車費嘅普通市民身上。所以話呢個絕對唔係單純嘅長者福利問題。再講，由2024年8月開始，政府已經強制所有長者必須要用樂悠卡先可以享有2蚊優惠。呢個舉動其實已經係轉型嘅第一步。以前用普通長者八達通，政府好難監察有無人用假卡或者有無人濫用。而家樂悠卡係實名制，政府手入面掌握晒所有數據，知道邊個搭得頻繁，邊個經常長車短搭，邊個喺繁忙時間出行。呢啲大數據正正就係為未來精準扶貧或者福利封頂做準備。我哋試下從另一個角度睇，如果真係改咗做2折，對於一班60至64歲仲喺職場打拼緊嘅準長者嚟講，影響可能最大。呢班人入面好多仲係要每日返工，如果佢哋住得遠，每個月嘅交通費支出會突然增加幾百蚊。喺而家加息、物價、通脹嘅環境下，呢幾百蚊其實可以買到好多餐飯。其實社會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聲，有人建議唔好改2折，改做3蚊或者4蚊，得唔得？或者設一個每日上限，例如每日頭2程2蚊，之後就收半價。呢啲建議聽落好似溫和啲，
但係對於政府個會計部嚟講，可能都係治標唔治本，因為最根本嘅問題係人口結構。當你60歲以上嘅人口佔咗成個社會嘅1/3，任何形式嘅補貼都會變成天文數字。我諗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，呢種福利收縮嘅趨勢係必然嘅。唔單止係交通，未來可能連醫療，甚至係其他長者津貼都會面臨同樣嘅檢討。香港以前係一個好肯花錢喺長者福利上面嘅城市，因為我哋以前有錢，儲備厚。但係而家睇返啲數字，2024年、2025年的財政狀況真係唔樂觀。當政府冇錢嘅時候，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啲開支最大嘅項目上面動刀。對於普通市民嚟講，我哋最擔心嘅係社會嘅流動性。如果老人家因為車費貴咗而唔再出街，唔去飲茶，唔去公園見朋友，佢哋嘅身心健康會唔會變差？如果佢哋病咗，最後入咗醫院，嗰筆醫療開支會唔會比省落嚟嘅交通補貼仲要多？呢啲都係一連串嘅連鎖反應。而且大家唔好唔記得，而家係講緊逐步取代，政府好少會一刀切。最有可能嘅做法係先對新申請嘅人實施新制，或者分階段提高收費，例如第一年加到3蚊，第2年變2折，等大家慢慢適應。但係無論點變，以前嗰種2蚊行勻全香港嘅日子，恐怕真係進入倒數階段。我哋亦都要留意，如果2蚊優惠改動，會唔會影響到殘疾人士？現時殘疾人士都係享有2蚊優惠，如果政府要改，會唔會將呢班弱勢社群都一併納入改動範圍？如果係淡，對佢哋嘅生活打擊會更加大，因為好多殘疾人士需要頻繁去醫院覆診，交通費對佢哋嚟講係生存嘅成本。講返轉頭，點解我哋會行到今日呢步？其實係因為當年制定政策嘅時候，可能低估咗長者嘅活動能力同埋對福利嘅需求。當年嘅長者可能只係喺屋企附近行下，而家嘅銀髮族係非常有活力嘅，佢哋會由天水圍搭車去赤柱行街，會由柴灣搭車去上水買嘢。呢種生活模式嘅改變，令到政府嘅補貼支出呈幾何級數增長。加上當初將年齡門檻降到60歲，確實係一個好大嘅財政漏洞。喺2024年嘅今日，當我哋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，其實反映緊成個社會嘅焦慮。後生仔覺得自己交稅供養緊一班享用緊優厚福利嘅長者，而長者就覺得自己辛苦咗一世，呢啲係應得嘅回報。如果處理得唔好，呢個2蚊優惠嘅改動，好大機會會演變成代際矛盾。政府喺未來嘅檢討報告入面，一定會提到點樣透過科技手段去優化，例如會唔會喺巴士站裝一啲感應器，如果老人家長車短搭，就即場扣多啲錢，或者要求長者喺落車嘅時候都要拍卡落車，分段收費，如果唔拍就扣足全程2折費用。呢啲做法喺技術上係行得通，但係對於一啲行動唔方便或者記性唔好嘅老人家嚟講，又係一種折磨。講到底，呢件事唔單止係2蚊定2折嘅選擇，而係香港社會資源點樣分配嘅問題。當經濟好嘅時候，大家你好我好，多俾幾十億福利無所謂。但係當經濟環境轉差，每一分一毫都要計到盡。如果你係長者，我建議你趁而家仲有2蚊優惠，多啲出街行下，見下朋友。如果你係後生仔，你就要留意住呢啲政策改動，因為呢啲支出嘅減少，直接影響緊政府會唔會喺其他地方加你稅，或者削減你享有嘅公共服務。我哋唔可以忽視嘅一點係，香港嘅交通費喺全世界嚟講其實唔算平。雖然我哋有全世界最高效率嘅地鐵同巴士網絡，但營運成本都係世界級。如果冇咗補貼，或者補貼大幅減少，香港嘅出行自由就會變成一種奢侈品。對於一啲低收入家庭入面嘅長者，呢種影響係毀滅性嘅。政府而家不斷強調要開源節流，但係開源好難，所以唯有節流。喺節流嘅清單上面，2蚊優惠排得好前。大家可以留意下未來幾個月嘅政論節目或者報紙評論。如果越來越多聲音話2蚊優惠被濫用，長者都應該負擔部分成本，淡就代表正式動刀嘅日子唔遠啦。最後我想講，政策嘅制定應該係要有前瞻性。當初降到60歲嘅時候，有冇諗過財政承受能力？而家要收返，係咪又會造成社會不穩？呢啲都係政府需要深思熟慮嘅問題。對我哋普通市民嚟講，我哋最希望見到嘅係一個公平、可持續，而且唔會大幅增加大家負擔嘅方案。總括而言，2蚊乘車優惠嘅變革已經係箭在弦上，無論係變3蚊、4蚊，定係變成2折，大家都要重新審視自己嘅出行習慣。尤其是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，記得要同佢哋解釋清楚，等佢哋有心理準備。香港嘅福利制度正處於一個大轉型嘅時期，呢個2蚊嘅改動只係冰山一角。我哋要睇嘅係
未來10年、20年，香港仲有無能力維持一個令大家生活得有尊嚴嘅福利體系？呢場關於2蚊嘅博弈，其實係反映緊香港現實嘅一面。錢唔係萬能，但係無錢就萬萬不能。當政府嘅庫房縮水，以前覺得係理所當然嘅福利，其實都係可以被收返嘅。我哋只能夠希望喺改動嘅過程中，政府可以多聽下民意，唔好只係睇住個 Excel 表上面嘅數字，而係要睇下數字背後嗰一個個有血有肉、需要出行、需要社交嘅老人家。畢竟每個人都會老，今日你覺得嗰2蚊好似好少，但係到你60歲、70歲嘅時候，如果你發覺連出街飲餐茶嘅車費都要諗過度過，嗰種滋味真係唔好受。所以關注呢個話題，其實就係關注我哋自己嘅未來。大家一定要記住2024年呢個時間點，因為好大機會呢一年就係香港長者福利制度嘅分水嶺。以前嗰種大手筆嘅福利政策可能會慢慢轉向精準、嚴格，甚至係吝嗇。我哋作為市民，除咗接受之外，更重要係要識得點樣喺新環境下生活，點樣喺加價潮入面現到最慳錢嘅方法。如果你平時有留意開政府啲公報，你會發覺佢哋用字已經變咗，以前係講鼓勵長者融入社區，而家係講確保財政可持續性。呢種語氣嘅轉變已經講咗俾你聽，錢真係唔夠用啦。所以大家都要面對現實，呢個2蚊嘅童話故事可能好快就要畫上句號。大家諗下，如果有一日你搭巴士去朋友，發現隔籬個位個伯伯喺度數緊銀包啲散紙，諗住夠唔夠錢俾嗰2節車費嘅時候，你會有乜嘢感覺？呢個就係我哋未來可能要面對嘅社會景象。希望嗰一日嚟到嘅時候，我哋已經嚟到一個更平衡、更有人情味嘅解決方法，而唔係單純地將福利撤走，等長者自己去承擔。呢個話題其實仲有好多深層次嘅原因可以講，例如點解巴士公司嘅成本加得咁快？點解港鐵每年賺咁多錢，政府仲要補貼咁多俾佢哋？呢啲都係同2蚊優惠息息相關嘅利益鏈。如果政府唔去理順呢啲商業機構嘅盈利模式，單純喺長者福利度開刀，其實係治標唔治本。而且我哋要諗下，如果老人家真係唔出街，商場嘅生意會唔會差咗？酒樓嘅午市會唔會冇人幫襯？長者嘅消費力雖然唔及後生仔，但係佢哋係穩定嘅客源。如果連呢班客都因為交通費貴而唔去消費，香港嘅零售市道會唔會雪上加霜？所以2蚊優惠改做2折，受影響嘅絕對唔止係老人家，係成個香港嘅經濟生態，由交通工具營辦商到零售、餐飲業，再到普通交稅嘅市民，無人可以置身事外。呢個係一個連鎖反應，一環扣一環。大家最近搭車嘅時候，可以留意下身邊用樂悠卡嘅長者，或者可以同屋企嘅老人家傾下，睇下佢哋對呢件事點睇。好多老人家其實好明事理，佢哋都知政府冇錢，但係佢哋最怕嘅係嗰種被遺棄嘅感覺。如果個社會連2蚊呢種微小嘅關懷都要收返，佢哋會覺得好心寒。我哋希望喺嚟緊嘅日子，政府公布檢討細節嘅時候，能夠俾出一個真正幫到長者，又唔會令庫房破產，更唔會加重普通市民負擔嘅方案。雖然呢個係一個好難嘅平衡，但係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，呢個係避無可避嘅責任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。呢個2蚊變2折嘅話題，肯定仲有好多後續發展，大家一定要保持關注，因為呢件事同你、同我、同我哋屋企嘅每一個人都有關係。唔好等到政策落實咗，車費貴咗先嚟後悔。我哋要一齊睇住個社會嘅變化，一齊出路。最後，希望每一位長者，無論政策點變，都可以保持心境開朗，繼續出多啲街，享受生活。雖然2蚊可能唔再存在，但係人與人之間嘅關懷係唔應該因為幾蚊車費而消失嘅。大家要加油，香港人要加油。喺呢個轉變嘅時代，我哋更加要守望相助，一齊面對未來嘅挑戰。記得2024年係關鍵嘅一年，大家要睇緊自己個銀包，亦都要睇緊我哋個社會福利，唔好俾啲數字掩蓋咗人情味，亦都唔好俾現實磨滅咗我哋對美好生活嘅追求。雖然車費可能會加，但係我哋對生活嘅熱情唔可以減。希望下次再同大家傾嘅時候，會有啲好消息，或者至少有一個令大家都滿意嘅折衷方案。大家保重，尤其是各位老友記，出入小心，記得帶埋張樂悠卡，趁而家仲係2蚊，想去邊就去邊啦。未來嘅事，我哋一齊去面對，一齊去解決。呢個香港係我哋大家嘅，每一分資源嘅分配都值得我哋去發聲，去關心。唔好覺得自己人微言輕，你嘅每一份關注，其實都係推動社會進步嘅動力。講到呢度，
我諗大家都對呢個政策改動有咗更深嘅理解，唔好單純睇2蚊呢個數字，要睇背後成個社會嘅趨勢。香港正在經歷一個好大嘅陣痛期，福利制度嘅改革只係其中一步，我哋要一齊見證呢段歷史，一齊出最適合香港行落去嘅路。加油！每一位熱愛呢個城市嘅人，大家有冇諗過，其實政府推行呢啲改動嘅時候，背後仲有冇一啲我哋睇唔到嘅考慮？例如係咪想引導老人家多啲使用某啲特定嘅交通工具，或者係想鼓勵佢哋喺非繁忙時段出行，以減輕交通壓力？呢啲細節往往先至係最影響我哋日常生活嘅地方。如果改造2節嘅同時，規定喺朝早7點到9點，下晝5點到7點呢啲返工繁忙時間冇優惠或者收得貴啲，但對於要喺呢段時間出行嘅長者嚟講，又係另一種挑戰。其實喺外國好多城市都有類似嘅交通補貼計劃，但係好少係好似香港咁大方，不分時段、不分車次，全港通行都係2蚊。好多地方係要長者申請一張特定嘅通行證，而且只限於非繁忙時段先可以免費或者有折扣。香港而家考慮改動，其實係想向呢啲精準補貼嘅模式靠攏。雖然聽落好似合理，但係實行起身，對於已經習慣咗2蚊行全港嘅長者嚟講，心理落差真係好大。我哋亦都要諗下，如果2蚊優惠真係改咗，會唔會影響到一啲長者義工服務？好多老人家退休之後，會搭車去唔同嘅區份做義工，服務其他更有需要嘅人。如果交通費負擔重咗，呢啲老人家仲會唔會咁有動力跨區做服務？如果義工服務減少咗，社會又要花幾多錢去請人補返呢啲空缺？呢啲隱性成本往往係政府計數嘅時候會忽略咗嘅。所以我一直都話呢件事係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我哋唔可以淨係睇嗰幾十億嘅財政補貼，要睇成個社會嘅運作成本。如果因為省咗少少交通補貼而導致醫療開支增加、社會服務萎縮，甚至市民怨氣爆發，但呢筆數點計都係唔划算嘅。希望決策者可以明白，長者福利唔係一種恩賜，而係一個社會成熟文明嘅表現。老一輩為香港打拼咗咁多年，創造咗今日嘅繁榮，佢哋老咗之後想有一個方便平價嘅交通網絡去享受下生活，呢個要求真係唔過分。如果連呢點點嘅福利都要計到咁盡，難免會令人覺得呢個社會好冷漠。當然我哋都唔可以完全漠視財政壓力。2026年、2027年，隨住人口老化加速，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。我哋需要嘅係一個更有創意、更人性化嘅解決方案。例如，政府可以考慮同巴士公司達成一個新嘅長期協議，以一個固定嘅年費嚟承包長者嘅交通支出，而唔係逐程去計，但讓巴士公司有穩定收入，政府亦都可以封頂，長者又可以繼續享受低廉嘅車費。呢種大包圍嘅思維，可能比而家每日喺度執嗰幾蚊、幾毫子更有成效。總之，呢場關於2蚊嘅風波，其實係俾我哋一個機會去思考，我哋到底想要一個點樣嘅社會？係一個只講效率、只講金錢，所有嘢都計到盡嘅冷酷城市，定係一個有溫度、肯照顧弱勢、願意同長者分享繁榮成果嘅溫暖社區？呢個答案唔喺財政預算案嘅數字入面，而係喺我哋每一個市民嘅心入面。大家記得多啲分享呢啲資訊俾身邊嘅人，等大家都有個討論嘅空間。只有當社會各界都參與討論，我哋先至可以計到一個真正可行嘅出路。唔好俾呢件事靜靜雞咁就落實咗。我哋要用理智、用數據、用情感去爭取一個最合理嘅結果。最後嘅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無論制度點變，我哋對長者嘅尊重同關懷係唔可以變嘅。就算將來真係要收2節、3節，我哋做後輩嘅，如果負擔得起，咪多啲俾錢請老人家搭車咯，或者親自車佢哋出入。制度係死嘅，人係生嘅，只要我哋個心仲有一份關懷，香港呢個地方就仲有希望。好啦，今日真係講到呢度啦，大家要繼續關注呢個議題，我哋下次再詳細拆解其他同大家息息相關嘅政策。加油，香港人！喺呢個充滿挑戰嘅時代，我哋要一齊行落去，互相關照，創造一個更好嘅未來。唔好忘記，2024年，我哋一齊喺度守望。